你好，我是照顾你的护理师。你好，请问你是乜嘅名？张俊芬。请问你出世嘅年月日？民国79年2月30日。好，冇問題。我留你帶平人身份辨識嘅手環鍵，先留你測量生命真相，等下問你嘅基本資料。來，我留你量 fit up， 留你量兒童文。你嘅兒童文係入時36圖，冇發燒，手術壓係126，書中壓係76。真相，我簡單留你做平方環境紹介，你係很認量，係有事情，請勤力奉釋電腦，你就做得到護理站直接講法。那係唔拄好執到按樣辦啊？冇關係，張老愛就講就好，偏數都沒有一隻很認量。那係在偏所發生事情，你直接勤量啊，我就就會過來。好。呢片係床頭燈、老小熱燈，暗部石頭做得容。好。接連我愛慕醫院護理評估基本資料，請問你嘅最高學歷？大學。你結婚了係冇？係。你下係自家一個人帶，也係老屋下人窮下帶。我老熱愛培養大窮下。平時是有乜嘅內科評測冇？有是乜嘅藥嘅冇？比如講糖尿病、高血壓、心臟病呢啲。全冇。好，請問你以前有大院記錄冇？請問係乜嘅發現？冇大院過，我嘅發現係惡現。另外，請問你嘅屋下人是有內外科嘅評測冇？比如講糖尿病、高血壓、心臟病。我把呢片家族是有人談到高血壓嘅評測。好，請問你對食肉、注射？也係食物會過敏冇？唔會。請問你頭擺是手術過冇？冇。平時有食飯、飲酒，也係食檳榔冇？全部冇。你禮拜大院嘅原因係乜嘅？我是農業辦檢查，檢查跌到砸到腳。係腳哦，人忙碌，腳神碌，人都唔會行。是背肺度提唔到，腳要好好保養啊！是冇啦。所以你就直接來急診室。我培養送我來嘅。考試嘅時間係根本嘅冇？係。我驗一下你坐上嘅位數，做得痛冇？你嘅腳去停痛一下。好，你就彈性綁帶。會脫險冇？唔會，都好。那係綁帶脫險，也係感覺唔好，就留我哋講，我哋會留你做調整。請問你係腳不癢冇？係，請在呢張單呢，由主民打叫嘅位數簽名，請留下你嘅電話，也係張先生本人嘅電話。呢張係衛教記錄單，表示已經為你哋說明評測方面嘅衛教，還個環境紹介。呢只位請你留我簽名。好，護理師是滿意，唔是客氣。